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尤伯牧师。今天我们9月2号要分享的是选择再次饶恕。我们要读撒母耳记上26章1到25节。首先我们来看 RPG 祷告的金句：你们若饶恕别人的过错，你们的天父也会饶恕你们；你们若不饶恕别人的过错，你们的天父也不会饶恕你们的过错。马太福音6章14到15节。有一天，有一位老师叫班上每一个同学各自带个大袋子到学校来。他还叫大家到杂货店去买一袋马铃薯，大家就以为老师发神经病或他对马铃薯有特殊的喜好。所以在第二天上课的时候，老师就叫大家给自己不愿意原谅的人选了一个马铃薯，将这人的名字以及犯错的日期都写在上面，然后呢，再把马铃薯丢到袋子里面。这是我们这一周的作业。哇，第一天还蛮好玩的。快放学的时候，哇，我的袋子已经有了9个马铃薯。真说我心里的头发很丑，芭比打了我的头。吉米虽然知道我必须提高平均分数，却不肯让我抄他的作业。哇，越写越多，每一件事都让我欣然地丢个马铃薯到袋子里面，还发誓绝不会原谅这些对不起我的人。下课时，老师说在这一周里，不论到哪里都得带着这个袋子哦。所以我们扛着袋子到学校、回家，甚至和朋友外出也不例外。好了，1周之后，那袋马铃薯就变得非常的沉重。我已经装了差不多50个马铃薯在里面，真的把我压垮了。我等不及这项作业快结束。第二天，老师问：你们知道自己不肯原谅别人的结果了吗？就是会有重量压在你的肩膀上，所以呢，你不肯原谅的人越多，这个担子就越重。对这个担子要怎么办呢？老师停了几分钟，让大家想一想，然后他自己回答：放下来就行了。饶恕不是一种感觉，而是一个选择。亲爱的朋友，能够饶恕的人不是弱者，刚强的人才能够真正的饶恕。当我们受到别人的伤害的时候，要思想伤害的造成，我个人是否也有责任。当我们选择放下受害者的心态，除去对上帝错误的认知，才能够经历上帝饶恕的大能在我们的生命里。今天的经文记载，大卫再一次被扫罗追杀。上一次释放扫罗，但事过境迁，善忘的人性，极度的个性，使扫罗又再次来起杀机。
大卫再一次受到试验，这真的是一个更不容易的试验，难度更大。尤其是他在放了扫罗之后，这次他看见扫罗的背信、狡诈、狠毒、忘恩负义。当再一次面对上帝把扫罗交在他手中的时候，他要放过扫罗，那真是一个更大的考验。大卫来到扫罗安营的地方，看见扫罗和元帅押尼珥睡卧在军营的中间，百姓在周围安营。这时候大卫进入到扫罗的营里面，亚比筛对大卫说，他再次来劝大卫，今天晚上上帝把你的敌人交在你手中了，让我用他自己的矛刺穿他，只要一下就可以把他扎在地上，用不着刺2下。这是在第8节形容的哦。但是大卫还是说，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。因此呢，大卫只拿走扫罗的枪和水瓶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见到圣经连续3章都记载大卫面对饶恕人的考验。这个考验呢，我们就看到一次又一次比一次更大。犹太人认为宽恕人3次便已经足够，第4次就罪无可赦了。圣经也记载大卫选择饶恕了人3次，那这是否代表以后他不需饶恕那些伤害他的人呢？主耶稣岂不教导我们要饶恕人70个7次吗？其实他的意思是要我们不断的从心里面饶恕别人。所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，更有很多人以为合理的事，其实在上帝的眼中是不可为的；也有很多人以为是不合理的事，却是上帝认为我们应当行的。饶恕人就是其中一样了。弟兄姐妹，你愿意靠着上帝给你的力量行合神心意的事吗？我们来默想，大卫因为敬畏上主，不敢杀害扫罗，选择再一次的饶恕。如果是你呢？你有机会报复伤害你的人，你会报复吗？你是怎么样选择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感谢你愿意饶恕我们的罪甚至在十字架上牺牲自己的性命，流出你的宝血，为了要洗净我们的罪。感谢你让我们借着读到大卫，他再一次愿意来饶恕扫罗，虽然扫罗一再要杀害他，我们看见是因为他拥有敬畏你的心，激励我们能够学像大卫敬畏你，并饶恕那些伤害过我们的人。亲爱的圣灵，求你保守我们的心，能够有愿意饶恕伤害我们的人的心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感谢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
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订阅并给我们鼓励与代祷。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您一天平安、健康、喜乐。我们下次再见哦。